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第一台2月2日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国民党团总调鲍坤琪讲感冒无参加调野协商，说洪亚康讲人伫咧香港。鲍坤琪今日回应讲，敢讲立委的行程拢爱报告。民进党的立委林岱华开设早领助理会，100万交保限制出境。林岱华是质疑讲检调无证据，硬要拘留。教师工会甲立委开记者会，目标要甲劳动节、教师节拢列做固定假日，争取今年就开始休。今仔日新闻读起先来看这国民党团的立法院党团总调鲍坤琪，顶一日是讲伊感冒无参加调野协商，不过这事后却是去互亚康讲人伫咧香港。民进党团就质疑这鲍坤琪到底是甲中国吵什么代志？鲍坤琪今仔日是回应质疑，讲敢讲所有立委的行程拢要甲总统报告。佮讲若是要求所有的立委拢愿意公布行程，伊嘛会对咧做。讲家己感冒严重，伫咧出来休会的国民党立委总调鲍坤琪，互人逼讲其实是去香港。20暗伊转到花莲时阵，有政治评论员挡伫咧机场大门口大声骂。民进党团2日早起开记者会，质疑鲍坤琪去香港为什么暗暗？先讲感冒请假伫咧做，佫互人逼讲是去香港，又佫讲家己代表台湾政府，到底去香港有甲啥人见面？为什么特别开议进前拢去中国？爱讲清楚。为什么你私自擅自在国外宣称你代表台湾的中央政府，适合居心？第二点。为什么你这次去香港的行程也如此的不透明？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鲍坤琪2日甲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参加花莲县党部团拜，强调去香港是为了推广花莲的观光，不满民进党用碰镜看伊的行程。身为中华民国的国会议员，我们到哪里都是代表中央的政策。我们身为国会议员，难道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要跟赖清德来报告吗？其实你的剑指就是想罢免韩国瑜。鲍坤琪强调，伊是开家己的钱去香港参加推广观光，领导问中央用什么心态看灾区的观光？若是要求113席的立委拢爱公布行程，伊愿意甲大家做伙公开。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民进党立委林岱华开设早领助理会，佮甲厂商硬讨捐款，检调去敲伊的徛间甲服务处。复审了后，是以10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干司机。林岱华小弟甲2个服务处的人员是去互检方审押。林岱华就质疑讲，这检调是无证据硬要拘留，调查是有一半时间拢伫咧遐空等。暗黑的势力选择在此时此刻打击我，不但不会摧折我的意志，纵使伤痕累累，我依然会坚定身躯。捍卫清白。日早起6点，民进党立委林岱华以10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甲自机，行出地检署案头是念声明稿来表达伊的心声，即期受到黑暗势力的打击，而且半暝对南基站移送地检的时阵，搁在指控检调无证据，调查的时阵有一半时间，互伊伫遐空等。有没有什么话要说？查了整天都没有证据，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让我空耗在那边。林岱华牵涉到早领助理会等案件，伫前一天徛街，还佫真侪服务处拢去封敲。有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诈取财物等罪嫌，分别就被告等人予以交保或申请羁押等处置。检方表示，本案牵涉贪污罪，利用职务诈取财物等罪，也发现部分被告有串通口径别证的行为。除了林岱华以外，通法师主持释放伫100万交保，林岱华小妹以30万交保，也那小弟还佫服务处2个员工是声称羁押。刚吼，大家最关心的，一寡百姓最关心的吼，讲安尼做个才拍拼，佫安尼。
早起人武大寮的服务处是无开门，也若红线徛家酒妈妈伫咧，由里长支持者来甲因关心。不过中途进前无搁再看到林大华出现。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全台大罢免的活动滚假，即阵所传出是有假的连署书。民进党的立委柯志佳就去台北提检视告罢免团。另外，民进党的立委黄捷嘛表示讲，是有民众反映家己的资料互摕去用，怀疑是国民党咧插手。原来是国民党的高雄市党部主委郭志温是讲，绝对无介入。在律师陪同之下，民进党立委柯志佳20去台北地检署告发罢免团体涉嫌伪造文书、伪造因文书压罪，告诉法庭。柯志佳表示，接到民众陈情，明明无参加罢免，所收到罢免柯志佳的查询单发给和无名联署。以前在罢免黄捷的时候，也有类似就是国民党提供名册，所以当然我们也会怀疑是不是国民党有这个行为？那当然就是说，因为还没有确实的证据，我们也不能随便下定论。另外，同款是高雄的民进党立委黄捷，家己罢免风波也接到民众反映，向假冒联署，怀疑是国民党将告知外泄。柯志恩出来说明是不是有主导，或者是提供了这一些名册来给罢免团体呢？黄捷应该尊重公民团体，一如民进党不断的强调尊重公民团体，国民党的市党部绝对没有介入这样的一个事件。全台大罢免脱销，罢免国民党立委陈菊珍的公民团体，原本要伫选罢法使用具体的最后日子19送件，却因为离第一阶段底限，要求73分无都达标，宣告失败。民团强调，追求和平无代表爱斗强。这个陈玉珍的这些网军，在网络上这些铺天盖地而来的攻击跟怒骂，这些都造成他们很大的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压力。金门人真是有智慧，因为金门人唾弃政党恶斗的这一种风气。针对那被联署修法加严选罢法20正式生效，罢免无负身份证，命令5年以下刑责，也是100万罚金。民进党团去宪法法庭提上涉嫌申请书，提出暂时处分。没有一个政党可以站在宪法的对立面。蓝白终究要走入历史的风化炉，会化作一股青烟。1年前讲的话和现在讲的话都是一样。郭建明还记国会这款修法涉嫌结果为例，认为选罢法审查定数无正义，那顶摆违宪，这摆哪有无违宪的道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桃园平镇有国校的便所竟然是发生偷袭的事件，学生是赶紧通报老师报警察，警方嘛已经抓到人依法上班。教育局就表示，会请各间学校加强监视器这个设备，维护校园安全。传讲学校内边的便所有人偷袭，桃园平镇有一间小学开学第一礼拜14，有一个查甫人趁中昼放学走入去学校灭青雅树边的查某便所，偷袭学生囡仔上便所。学生发现通报老师报警，遂甲人抓到。3位的孩子去那个洗手间上厕所，那其中一位发现在门缝的细缝呢有一个手机伸进来做这个偷拍的动作，那孩子也非常的机警哦，马上通报学校的老师。这个偷袭的查甫人和警方抓到了，依照违反离校法加妨碍秘密罪，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针对偷袭的代志，学校表示已经伫第一时间对3个女学生进行心理辅导，也趁这个机会教育宣导学生上便所一定要查判。若果拄到这种代志，要安全处理 SOP， 也重新检讨上放学的进出流程。有关家长接送的部分，也加强管制措施。校方已进行全校性的安全宣导，并强化人员训练及门禁管制等措施。教育局将请各校加强防偷拍宣导，提升师生防范意识及识别可疑设备之能。对小学发生校外人士走入来偷袭的代志，教育部讲会请各学校加强防偷袭宣导，并且强化学校的监视系统、紧急救助铃，一个防偷袭的侦测，加强人员的训练甲门禁的管制措施，做好校园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中新光3月复杂到今，台中市政府是已经收到14间厂商提出要资遣28人。劳动局暂时举办劳动权益说明会，受900厂商甲员工去了解。
市政府是强调讲，资方要调动员工，都要符合劳基法，这资遣是上尾手段，若是无合规定，就会退件。现场的人是塌田。台中市劳工局20针对新光3外爆炸案件受到影响的劳工，举办劳动权益甲资源说明会，当中有100外个合作的厂商甲专柜的员工来现场。有一个姓谢的专柜小姐讲，停业了后，若是接受调去北京店，就是爱去新竹也是台南，是真大的困扰。大部分的人休困伫厝里听候通知，甲人领底薪要维持生活嘛真艰苦。困难点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去其他的柜点，可能就是要往新竹或台南，造成我们生活上的一些困扰。我们是算业绩，对，所以如果现在休假在家，就只能领底薪这样吗？目前是这样。台中市劳工局清查资料，台中新光3外有833间专柜的厂商。到19为止，已经收到14间厂商申请资遣通报28个人，其中有4间拢总8个员工是契约到期，另外1间有1个员工是因为考核无通过，其他19个启用资遣的劳工，敢是受到这届爆炸案件影响，要来调查。市府强调讲，资方调动员工爱符合劳基法内底5个原则，资遣是上尾的手段，只要无合规定，就会退件。有可能是因为暂时受到这个气爆事件影响，要暂停工作而资遣的。如果他的资遣是不符合的，我们也会推荐。所有的合作的同仁都能够短期的一个所谓的安置，比较妥善的一个计划。我想大家都听到他们的心声，大家希望尽可能留在台中这边有一个安全的工作，是吧？这块其实还是我们工作沟通的一个所谓的请大家帮忙的一个重点。业者强调讲，新光3外家己请的员工有303个人，目前是提供有薪假，也若专柜厂商员工的权益，会协调合作谈判，提出短期安置的计划。记者综合报道。5月初1劳动节教授要改做全国拢休假，今日这教师工会甲立委是做伙开记者会，呼吁解决这一个假日受无共休假条件乱象。调野党团都共识是要互休假有法律依据。甲这劳动节、教师节拢列做国定假日，争取今年就开始休。劳动不分你我他，5·1全民齐放假。含调野3党的立委做伙画口号，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表示，5·1国际劳动节是代表世界各国劳动节团结、凸显劳动价值的节日。不过，长期以来对各界要求应该定做国定假日，终结休假的乱象，认为行政部门对修法的态度真消极。这一件事情本来是行政单位他就可以去执行，但是长期以来行政院这边的一个怠惰的一个处理，那我们乐见有蛮多的委员提出这样的一个法制化，让整个这个国定假日的一个意义可以彰显出来哦。宣告总也指出，5·1做固定假日，并且法制化已经是调野党团的共识。除了民众党以党团提案，国民党甲民进党拢有真侪位委员提出修法的版本。台湾民众党主张应该透过立法的程序，将国定假日明确定于法律的位阶，确保它的稳定性跟它的公平性。那事实上，我们去年10月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法律纪念日及节日实施条例草案，包括5·1劳动节及9·28教师节应该恢复为全国性的假日。卓荣泰院长除了应该立即兑现行政院之前的承诺以外，将5·1劳动节假日还给老师之外，也要让全国教师跟劳工享有相同的权利，也应该要对于教师下班时间的离线权呢，去做出配套的措施。不一致，其实这造成全国很多的混乱啊，所以我认为劳动节应该优先处理啊。那包括去年10月26日，因为我们那个12强得冠军嘛，那我也提过，就是国家棒球日。那当然，所有的国家的节日要不要放假，这个希望说行政院统一做一个逐步的来提高我们放假的日子。除了其他调野立委会当甲国定假日法制化列做本会期优先法案，专教组呼吁赶紧完成相关的进程，包含5·1劳动节、9·28教师节拢列做国定假日，并且应该对今年开始实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财政部公布申请安房贷1月统计，受理3393户，金额是无到300亿，拢是破上少的纪录。另外，财政部嘛要求银行是要加强查迄申请安房贷买厝，算毋是家己大案件。除了这寡情形，因为这贷款即阵真歹贷，一寡买有售厝的是已经开始解约。
新青安政策上路了后，房市一时真加野。不过，自从去年央行祭出第7波信用管制了后，房市的交易就急动。财政部统计，1月的新青安房贷状况，受理的户数3393户，月减25.7%，金额是拔到266.47亿，月减是25%，两个拢创单月的新低。有些买盘呢，他可能也会去思考说呢，他要持续的来去做等降价的情形哦。再者来说，1月呢又刚好恰逢年节哦，很多的民众都会去思考在年节之后呢再去做买房，所以这样的状况上面呢，也会让因为整体买气不振哦，而去影响新青安的申请哦。就惊新青安家己大的政策好意互南山用，财政部去年就推出精进的措施，头一波新青安的查核违规的件数查到1502件，第2波是查到违规73件，第3波的查核也已经展开，因为目前房市的买气较低，部分区域的预备厝传出解约，统计到去年11月，大岛当中以高雄的预备厝解约数上济，超过600件，全国预备厝的解约数累计超过2800件。对买方来讲呢，解约的话呢，你最多要赔付成交总价的15%，所以如果房价没有跌超过15%，而解约的话，对买方来讲是很不划算的。为了拍炒房，财政部也调整好价厝的标准，除了总价要加入单价的标准，以台北为例，即马只要单价每平超过120万，就会获得入好价厝。专家以及部分厝主的税负担也会对咧增加。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军的1、2K有经机并金的机龄拢都超过20年。咱驻美的军事代表团就招标是要甲美国买零件。这个得标的厂商准达企业说是国防部的黑名单，目前也互停权，所以讲空军目前是也未同意签约。专家就认为讲这审查机制是有问题的，这会互有问题的厂商会当照命投标。空军伫过去操演展示1、2K 预警机演练近地敌枪，机上圆形雷达闸是伊一大特点，有侦查能力，捍卫大海领空，会当监控大海，掌握强机的动态，也有指挥监控能力。不过因为1、2K 预警机的机队平均机龄超过20年。为了维持空中预警的量能，空军甲美国各位1、2K 感应调节器的零组件，由驻美军事代表团招标。按照规定，敢会当由美国本土厂商投标。不过却传出得标厂商是和国防部列作黑名单的大厂俊达企业，好亲像是挂美国牌，趁机会得到标案。因为它有些部分是消失性的伤员，用的是比较久的这些系统件，你就会急着去找这些零件。那台湾这些厂商就到美国去设厂之后，再借壳上市之后，在台湾来投标。我们没有透明化，让有些这些不肖的厂商上下其手。空军清查发现，得标厂商是伫美国注册公司，不过投标伊的信封的地址甲寄件人是台湾的俊达企业。互政府列作停权的厂商，利用资格有疑虑，所以空军也未同意签约。实际查询政府的采购网，俊达目前也是拒绝往来厂商。专家认为，国防部审查机制恐惊有漏洞。这一次如果借由这个后续的清查，把这个不良厂商或黑名单厂商直接剔除出来，我想对于后续的这个装备采购会更有保障。国军最近若去拄到大厂透过照壳上市得到标案，也予美国军火商雷神公司长官价诈欺。张彦廷指出，军售因为牵涉到真大利益，避免去予不法厂商控制，立法院应该都要加强监督能力，国防部嘛都要严格采购规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2011年，台南启聪学校是哪像是发生164件性侵、性骚扰案件，伤害到92个学生。即阵监察院是搁再发布后续的调查报告，发现这间学校性平案件比例永远是比其他学校较严重，所以是要甲纠正。国立台南大学附属启聪学校，2011年9月底发生电件全国，敢若是性侵害加性骚扰的事件有164件。差不多90位被害人，年纪上细汉只敢小学2年。无想到讲14年过去啊，监察院针对这件案件后续的追踪调查发现，
南昌对学生军事化管理，发生性别案件、性别事件远比其他学校较多。宿舍几乎没有什么隐私，像监狱一样。校车上面求助铃是用铃声的方式，让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以听障学生为主的学校。监视器照不到的死角。去年11月4号再次去南充看到了。还是一样，重启调查的时候，就还是发现跟其他的特殊学校也好，北充的比较也好，南充的性平事件是超过其他学校的，真正成案的数字也不少。但是监察委员也痛心的是，112年启动调查报告了，迄当阵涉及性病事件被逼出来，涉案的4位失职的教职员工，到此嘛，还搁伫咧南充工作。和电影无写的原型女学生，伤心到无法度留伫咧台湾，表示到国外生活。这位离开台湾前往美国的学生，我想他的伤害是一辈子的。由监会电秋瑾犯顺率调查下，国立台南大学附属启聪学校校园性别事件后续追踪案件，通过了调查报告，并且纠正教育部、国立台南大学加附属的启聪学校。但是相关单位到中昼出稿进前时也无做回应。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高雄13行政区对阴暗11点开始停水55点钟。就算讲这水公司是有网络广告冒送通知单，不过有关是有民众收无到。另外，伫咧这停水期间，一个里是干那一个灌水站，这范围较大的里，这里面就真烦恼讲的无水通用，所以讲里长就家己买水塔来欠水。提家己因的通知单到社区，林长一家一户拢问，提醒里面爱会记哩欠水。这张无呢？啊，这咱的大楼，今仔就是要停水。大楼电梯内也拢打通知，一个水公司为着要换关水管线罪刑法，经济公告高雄包括小港、凤山等13个行政区，21半暝啊11点起，全区也是部分里大停水55点钟，也毋过20又有部分的民众无收到通知，是就忙才知影要停水。你在网络上公告，可能有一些长辈，他们不善用那个网络的状况可能会比较不知道有停水停那么久的情形啊。工作人员将加水桶送到临时加水站点安装。水公司准备设150个加水站，不过只有2个里有2个加水站，其他的里上侪1个。停水拄着拜六，搁超过2日时间，烦恼水无够，有里长家己提钱来买水塔，清理了后准备互里面来供水。当时该停水，互民众感觉无方便。虽然经过高市府甲水公司几啊摆协调，已经有部分里改做降压供水，也是缩短停水时间。不过也互不少里长收到新的不满。大家都在讲说，那为什么他们几个里就可以这个协调之后就变成停10几个小时，那其他的就变成还是照原来的50几个小时。大停水有计会影响至少48万户。面对民怨，水公司表示，停水期间在水管网系统有少量水会当使用，那加水站无够使用，会启动增设，也是增加水车送水来应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中大安港附近的国有保安林，去年是去互偷盗废土，后续掠到3个人去互检方提起公诉，这相当是甲因判关5年，罚1500万。利用夜色暗雨，一台拖帮车开到台中大安港附近的保安林，驾驶落车顺看4周围准备犯案。保持总队去年接到农业部台中林业分署的情资，以导成主嫌为首的犯罪集团，载运无经过合法处理的废弃土壤到台中海线违法乌白道，马上成立专案小组侦办。专案小组发现犯罪集团会利用深夜勘察地形，还会派人把风来规避查缉，然后利用天色昏暗的时候，把没有合法处理的废弃物丢弃在人烟稀少的国有保安林地里面。警方表示，犯罪集团专门经无人的滨海地区，事前还佫囝仔做朋友来夜游，到保安林勘察地形。所落来，伫咧2024年3至6月之间，使用覆盖车道的拖帮车分8改，总共倒292方公尺的废弃土壤。警方调查监视器以车追人，
伫咧同年11月逮捕拖帮车驾驶都行主嫌等3个人移送法办。在森林区域内擅自堆砌废弃物，依森林法第30条及56之1条，可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我们依照废弃物清理法也要求涉案人的话环保局这边将依照起诉书的内容来要求他将所弃置的污泥等物在规定时间内依法清除。台中地检署最近侦结，将都嫌等人以涉犯废弃物清理法提起公诉，后续面临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1500万块以下罚金。另外，伫咧国有林地范围之内倒废弃物也触犯森林法，会使处6至30万的罚款。台中市环保局是要求涉案的行为人限期90天之内清除废弃物。公视新闻台中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南韩的总统尹锡悦去年是雄雄宣布戒严，引起社会混乱。昨首尔中央的地方法院就头一届开庭，审理尹锡悦所牵涉的叛乱罪。另外，韩国宪法决定25日举行上尾一场单核案的辩论，这尹锡悦是爱落台，也是会当恢复职位，3月中就结果。南韩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第20头一届开庭审理总统尹锡悦，伫去年12月初3暗时发布紧急戒严令，造成混乱，所牵连的叛乱罪。尹锡悦规场拢无发言，伊的辩护律师以调查无合法为理由，提请法庭宣布叛乱罪诉讼无效。这届开庭13分钟就结束，原来法院也会搁再审理，敢要取消拘留尹锡悦。청구에 대한 신문 충실히 임할 것이고 법문상으로나 법리적으로 봐도 너무나 명백합니다. 구속 사유는 소멸됐고 지금 현재 불법 구금 상태라는 것은 너무나 명백하기 때문에 우리 재판장께서 현명한 결정을 하실 것으로 기대를 하고 있습니다. 南韩宪法法庭也伫同一天决定，会伫25下晡2点举行尹锡悦单核案的上尾辩论庭，听双方的最后的意见陈述。尹锡悦甲国会拢无提出异议。宪法法庭到目前为止已经举行10届的庭审辩论。根据韩联社的报道，若准无其他的变数，一般的辩论对终结到宣判，大约需要开2礼拜的时间，所以法院可能伫3月11左右宣判。另外是组织数百名尹锡悦的支持者。대한민국의 법이 살아있는 한 윤석열 대통령은 당장 구속이 취소되어야 하고 형사 재판도 불법이기 때문에 취소되어야만 합니다. 韩联社指出，若准宪法法庭认定国会单核的相关事由无成立，驳回单核案，尹锡悦会随复职。不过，宪法法庭若认为尹锡悦确实严重违宪违法，令到单核案通过，是要伫宣判了后的60天内，也就是按算伫5月中重新举行总统大选。公视新闻新罗培编译。西班牙脚球协会前主席卢比亚雷斯，2023年是伫咧颁奖典礼硬甲女球冠军。这高等法院将是判性侵害成立，罚1.800块欧元，好代票37万。也若是另外一条强制罪，这法院是判无成立，民众不满就加抗议。因为被指控无经过对方同意，伫咧2023年女子脚球世界杯颁奖典礼，经西班牙女子脚球球员阿尔莫索、西班牙脚球协会前主席47岁卢比亚雷斯被指控性侵害。西班牙高等法院伫咧20判罪名成立，处1.800欧元的罚金，大概是代票37万，并且禁止伊进入阿尔莫索200公尺范围内，也个禁止伫1年内甲伊联络。另外，就要赔阿尔莫索3000欧元，差不多是103000台票。因若强制罪是无成立，严格若是甲检察官的起诉，性侵罪1年监禁，强制罪1年半监禁。法官明显是判较轻。有西班牙民众知影消息了，伫咧路下喷漆造壁抗议判决的结果。Yo fatal, o sea, me ha parecido que seguimos viviendo en un patriarcado y que los jueces, como son hombres, incluso mujeres, son muy machistas, muy machistas. Continuamos siendo machistas en una sociedad que la sigue dominando el patriarcado absolutamente. 同一个案件，还有另外3名被告，包括前国家队的主帅、现任西班牙脚球协会的体育总监，还有营销主管。因被指控强迫阿尔莫索成立是家己愿意被禁，涉及着向阿尔莫索甲伊的亲友施加压力，法院是裁定3个人无罪。
这件代志伫西班牙正受注意，卢比亚雷斯被迫请辞。西班牙平等部讲，法官的判决已经证实，无经过人同意甲人针，会当构成性侵。No se puede revictimizar a la víctima y en ese sentido creo que es un avance y es una sentencia que deja claro que nuestra ley es una buena ley, es una ley que protege a las mujeres frente a las agresiones y que el consentimiento, y esto es lo importante, está en el centro de una relación. 不过，卢比亚雷斯拜二伫咧法庭讲，伊认为阿尔莫索伫咧上台领奖的时阵。已经同意予伊针，并且否定事后对伊施加压力。卢比亚雷斯的律师也讲，会对新前罪判决提上诉。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头一届伫咱台湾举办，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家后安倍昭惠冇来参加。安倍昭惠是强调讲，这咱台湾的和平对区域是非常重要。另外，美国白宫政府国安顾问表明，是警告中国透过社交软体咧扩大统战，一定要做到。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未亡人安倍昭惠，2月伫咧第一遍所来台北办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发表演讲，伊特别也告别珍珠年地徽章，强调台湾伫咧伊家己甲安倍晋三的心中有特别的地位，也重申伊的翁婿在生的时阵所讲的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论坛会当伫咧台湾举行有重大意义。My husband once said, contingency of Taiwan is a contingency for Japan. He loved Japan, he loved Taiwan, and he wished for peace in this region more than anyone. 安倍昭惠讲，2025年有几个意义，包括二战结束80周年。美国总统川普重新登去白宫，伊认为虽然川普讲话正半人，但过希望乐观地相信，川普将会积极面对世界改变。同款参加论坛的前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警告讲，中共统战的手法定利用三箭，透过社交媒体推测维护权。Is what they call three warfares, right? This idea that legal warfare, psychological warfare, and 言论战 right? This is a public discourse warfare. 博明讲，亲像美国要求 TikTok 分挂伫美国的业务，和美国的法律会当适用管理，阻止中国伫咧民主国家之间的统战甲宣传。博明也重申，陆建赖总统宣示要甲国防预算提悬到 GDP 的3%，也希望台美共同建造一个飞昂供应链。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转来看咱的地方消息，台南是南部红菜头的大产地，最近说是因为落雨，嘉义、将军、西港这块产地红菜头拢有比例烂根的状况，是真严重。公所已经赶紧通报农业局来回看。农民来到已经要采收的红菜头田下面，只是无想到，农民随手一挽的红菜头，都出现裂果，根搁因为泡水泡真久，拢有烂去的状况。它连裂的机会都没有，这都是泡水泡。这泡水，这你个平已经拢解味解很。满地拢是受损的红菜头，如果只有表面受损，搁会当做七级品来收成。无奈烂去产生的臭味，已经让红菜头完全失去采收的价值。这时间吼，若是讲接受介济水啦吼，伊就是会裂果，哦，伊会裂果，伊会遮灰啊，水来个上济就像即个的水上，即个咱中原地区吼，差不多伫差不多落差伫90几公里啦，80啦，哦，80面是2天豆豆落，所以水拢全部拢欠伫黄地里。啊，这万一个等着即摆寒吼，较袂大，啊袂大，即摆个等着要采收个落雨，拢泡干去。哦，行咯。哦，迄回过来，迄回我也无一半咧。这次嘉义将军甲西港区红菜头拄到的问题，主因就是伫元宵节当天的连续降雨，排水无容易，造成损伤。各地区公所嘛呼吁农民，如果有受灾，会当向公所来通报，同时嘛会调查实际受损的数量，并且通报台南市农业局，农业局嘛将会安排会勘。接下来将尽速安排台南改良场、农粮署南区分署及当地区公所排定现勘，以协助办理后续灾害救助事宜。
红菜头全台种植的面积大约1600公顷，而南部地区就以台南市的659公顷上侪，占全南区9成以上。公部门除了为农民争取农业天然灾害补助，嘛会请专家来协助，加强农业技术的指导，协助农民提升种的技术，加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公视新闻郑云台南报道。这几年受到气候影响的，也有蛤蟆。所以讲，云林县府就甲屏东科技大学合作，是发现用光合菌这款益生菌，会当帮助稳定水质间地图，互蛤蟆会当更较好的抵抗力，收成会当提高4成。也那云林县府嘛，甲这成功的案例分享去其他养殖区，增加经济效益。这几年只要落大雨后，云林沿海就定发生有大量的蛤蟆暴毙死亡。为着要减少安尼养殖损失，温县府也请屏科大受于下地考核进行养殖专案辅导。经过3年的试验，有养殖户讲成效袂歹。光合菌使用过后，整个底土的状况改善得非常的多。对，那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文革就是能够头好壮壮，能够就是降低死亡率。透过一些检测的协助，或饲养管理辅导，以及光合菌的使用，可以让他们维持这些水质稳定和底质的一个改善，这样子可以大幅的改善他们的一些状况问题。当地养殖户表示，过去养殖户若是饲料还是肥水投入过多，就容易造成地土老化。只要气候不稳定，若是落大雨，蛤蟆暴毙的几率就提高。温县府就讲，经过三光下3年合作试验，收成提高将近4成。说的光合菌的施用，其实对我们养殖是有正面的，而且是良率有提升啦。所以我们透过不是只有它个案，我们希望打团体战的方式，我们希望把这个成功的案例复制。农组表示，云林蛤蟆养殖面积3500公顷，今年产值32000吨，占全国6成，是县内重要养殖产业。现在要将考核养殖成功的经验，复制到大西北寮顶养殖区，希望来解决蛤蟆养殖困境，增加经济效益。公视新闻王伟雄为您报道。台东李溪山风景区最近是有保育类的台湾山羊出现伫咧遐。不过，这款山羊通常是生活伫咧海拔300公尺以上的山区，出现伫遮是真奇怪。这阵林保署是派人先去观察，按算甲因掠起来，才送转去山区。这只徛伫山壁顶的山羊是民众20经过台东市李溪山南边翕到的，边仔也有3只狗，好亲像是去互狗仔肉觅伫遮。啊，毋过住伫山脚的民众是讲，其实3个月前山羊就伫遮来来去去，啊，毋过伫关山活动的山羊哪会走来遮里？不然这个山怎么会有那个山羊？对呀、是到底是人家养的跑出来，还是那个不知道？台东市李溪山是观光休闲的景点，4区里拢有人家，海拔高度敢若75公尺。啊，毋过台湾山羊生活范围是伫海拔300公尺以上的关山，出现伫遮尔瓦近人镇的所在，真无平常。林保署台东分署接到通报，2派工作人员上山查看，鉴定是毋是山羊，还是其他的物种，啊，毋过无发现，可能需要用绳个抓起来，再个放转去山区。在鲤鱼山过去，我们确实是没有记录到台湾野山羊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像。那它怎么会到这个区域？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它行走的路径。有生态工作者认为，这只真有可能就是3级保育类的台湾山羊。去年嘛捌伫花东的唱国农田互人发现，即马搁伫市区出现，原因不明。台东林保分署提醒民众去李溪山休闲健行，发现野生动物唔当甲惊着，嘛莫甲饲，爱通报林保署还是县政府来处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高雄林园文化街东林西路这搭。便若渡鸟要迁徙时阵，就有真侪婴仔停伫咧电报山顶头，路面的真侪鸟仔屎。毋过，昨煞是有民众发现讲，竟然阁有婴仔死去摔伫咧遐，怀疑讲是饲虎伫咧电线顶头抹伤侪赶鸟的药造成的。对工作人员后壁行，才有婴仔，遐嘛有婴仔，才无偌久的时间就捡买几十只。虽然鸟挂咧，毋过状况拢无介好。民众讲20早起有带电来甲电线抹桥啊，按头啊婴仔来叫，就开始有婴仔跋落来，有袂少拢去互车搞死。这状况伫面册引起讨论，有人赶紧通报市民专线。我们店里前面有7、8只都被撞得血肉模糊，就一股血腥味很重。然后我们想说怎么处理，又怕说晚上像这样子，因为昨天下午就已经很多只死在这边了，那你在晚上的话，怕对死的更多。到底是用对种的 GBG， 啊，这个 GBG 内底的成分是不是
符合相关的一个规定，或者是他在操作的时阵用的量有较济。当地民众拢毋捌看过这种情形，怀疑药啊敢负安全。林园区公所表示，进前有民众骑车因为涂骹鸟仔屎发生车祸，所以公所才会向农业局讨经费，要用抹药啊的方式来赶鸟仔。这种药啊，别位公所捌用过，因才会来采用。想要到陆续发生婴仔跋落来涂骹，日早起公所甲农业局来现场会勘，下晡台电会赶紧来处理。因为会发生这种效果，其实也不是本所乐见的。它的涂料是放在那个台电的那个黄色的套管上，那我们下午会协调台电，它最快就1点半过后，台电会来把那个套管拿掉，可能会把一些这个损伤啊一些降到最低。目前抹药啊赶鸟的工作先暂停，农业局表示，现场10多只婴仔会先救回来治疗，可能是药啊伤黏，实在去搞到背袂叮当。啊，若死去的婴仔也会解剖化验，找出原因，化解民众的质疑。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今仔日方面高地加上东北季风，北部甲宜兰拢湿湿冷冷。气象署是表示，这阵雨会一路落到后礼拜一。也若是中南部地区，这段时间拢是出日头的好天气。另外，这礼拜是有一阵大陆冷气团要落南，到时这北部可能是剩无10度。民众穿高衫、行雨伞，准备要过车路。气象署指出，拜高北部宜兰地区受到锋面和东北季风增强影响，一寡所在会落大雨。气象署嘛针对基隆北海岸发布大水雨特报，而且这阵雨会一直落到后礼拜一。也那中南部地区这段时间拢是出日头的好天。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以及外岛的马祖都是容易会有一些不定时的短暂降雨出现。那目前看起来的话，在礼拜6的白天的时候是有一个相对一个空档，但是到礼拜6晚上开始又会有一股就是比较多的一个水汽会开始递补下来的情形。气象署表示，因为落雨加上东北季风，拜高甲后礼拜北部地区温度明显降低，平均温度伫咧14度至18度。不过这毋是上冷的时阵，气象署提醒礼拜暗时到后礼拜2，还有一阵大陆冷气团落南，到时北部宜兰地区上低温可能无到10度。我们预计像是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的低温上会多在11到13度，然后在其他地方只是在14、15度。然后其实基本上有些地方可能会再更低一些些哦。气象署表示，后礼拜2大陆冷气团减弱，各地温度会回升，不过早晚温差也是真大。气象署嘛提醒，这个春天也是各有冷空气影响台湾，爱民众特别注意。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行政院消保处检验市面上15款囡仔医疗啊，这当中都有6件无合格，特别是迄款会当拗起来收起来3件到2件无合格，是真够入着手。提醒家长咧拣的时阵一定要注意。囡仔行路都也行袂在，一般大人的椅仔嘛爬袂起哩，无少家庭拢会购买儿童椅仔。不过家长爱注意，行政院消保处调查市面上所卖38公分以下的儿童椅仔15件，拢总有6件无合格。要提醒大家的是说，儿童椅凳呢，从111年12月1号开始，已经是属于经济部标准局公告的阴湿检验商品。那阴湿检验商品呢，就是需要经过检验合格，它才能够进入市场。15件商品内底，拢总9件是实体通路，6件是网络平台买。不过经过检验发现，有3件品质检测甲标示查核拢无合规定，像讲这个黑色的凹椅啊。伫叶旁有伤过头细，囡仔的枕头若是夹着无法度扭出来，啊，佮有红色的凹椅啊，同款是剪切点，啊，佮有凹起来所在有夹着的风险。需要几公分的折叠，会夹到什么样的铁，有一点铁的东西，因为那个承载重量都够我们10大人用，所以说后来我们就把名称改掉，罚款罚掉的。另外，标示嘛要特别注意，有6间厂商拢无合格，其中4只椅啊根本无商品检验标示，违规盗检，根本袂使上市卖。另外，还有3只囡仔椅啊，是经过测试，标签无永久性。消保官是提醒，厂商一定要经过热压印甲热转印来处理。标准局就建议我们上面贴非供14岁以下儿童使用啊。比较困扰的是这样子，因为它已经流通在市场上了。消保官嘛提醒，卖无符合规定的产品，会当罚代票1万块以上，10万以下罚款。这届已经有1间厂商相当予咱罚5万。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目前各地头的粪扫车多数拢是照路线咧驶，哪驶哪受粪扫。通常拢会出现民众约粪扫车，也是清洁队员徛伫咧后道真危险的情形。所以讲，环境部是希望会当推动定时定点收粪扫，延长停车的时间。目前全台北市拢已经安尼做，环境部是按算扩大推动。台北市民等粪扫免阁哭哭撞，因为粪扫车会伫固定时间到特定所在停5到10分钟。台北市环保局自民国86年开始，就推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收粪扫的政策。全市有188条路线，4039笪地点。环保局指出，台北市较推塞，是因为徛价较集中，民众也惯势行一大路等粪扫，较侪粪扫车也较好调度。你要有足够的就是人力跟车辆。如果你垃圾满了，我们怎么办？我们还会派另外一辆车接。台北市环保局表示，要推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民众的接受度就真关键。早年捌沟通过几啊届，好处包括民众免约粪扫车，清洁队员也免一直徛咧后道，较袂跋落，也会当减少民众甲队员的冲突。另外，也对资源回收有帮助。我现在是人都在那边，然后停住，分几个袋子，让民众主动，至少有一些初步的细分类跟粗分类。根据统计，全国有4021条收粪扫的路线，固定时间、固定地点的比例，敢若2880条。环境部表示，会优先伫都会区推动，不过，大家乡镇条件无同，较歹全面推塞。地形环境条件不同，有的街道比较狭窄，只有4米或6米，那个垃圾车如果设了一个停车点的话，就把交通阻塞了。环境部表示，自110年开始补助地方政府试办，6都内底敢若桃园市也未超过50条路线。不过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可能造成部分民众就要行较远等粪扫，那粪扫较重、较高引起怨言，必须要民众甲里长拢愿意配合，较好推塞。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南有一项台语与行动，串联府城14间台语友善的店家，一礼拜鼓励民众伫咧店内用台语点菜开讲。某店家会教民众一寡台语的专有词，我望是会当打造加工母语的友善环境。基本上我都是安尼帮你点一杯咖啡，中共。人客用台语咧点咖啡，嘛有老师带学生行出校花，用母语咧点餐，公家不加连等。2月2日，世界母语日要到啊！台南基本款协会今年头摆串联府城14间台语友善店家，发起台语日活动。亲像这间咖啡店，会主动参人客开讲讲台语，用台语点餐，要打造一个浸水式的母语环境，让大家讲讲台语袂碍叫。老师带咱来遮买咖啡，就是安那开嘴讲台语。啊，普通时你搞咧讲？我的厝拢和阿公阿嬷讲台语。即马少年家主少咧讲台语，希望会当甲即个咱母语送来咱的咖啡店，较侪少年家会当较侪接受着，讲咱即马台语即个文化。台南基本法协会指出，经过调查，台南是6都内面讲台语比例上悬的城市。这回我们的咖啡店、猫鸟啊、旅馆加入，甚至连店名嘛结合台语来设计。另外，这间宠物病院，医生嘛参人客用台语咧对话。医生讲用台语看诊，颠倒互人较清楚。病院嘛特别传相关的台语词，要互大家对台语更加熟悉，嘛杀出优态，鼓励大家斗阵讲。毕竟是咱的母语嘛吼，希望讲。即个母语会当继续存在落，咱咧讲的时阵嘛，感觉做舒适啊。透过即个活动会当提升大家对本土文化的重视。希望未来嘛有愈来愈多店家会当做伙参与，希望台南市即个旧社区会当变做一个最有台湾味的即个文化古都。协会表示，即阵嘛有寡人伫外口讲台语，感觉无自在。即摆串联店家就是要创造清澈、自然讲台语的环境。因讲未来会透过各种形式来推塞，要互台语一步一步行入去大家的生活中。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有一个伫咧法国开台语课的台湾人刘定国老师，长期是负责巴黎市政府的台语课程、甲规划，也佫有师资的培训。对伊来讲，这讲台语毋但是甲故乡的连结，嘛是台湾真有代表性的语言。伊是对2020年就开始开台语课教单，透过不同的方式，带法国的学生学台语，体验台湾的文化。
一定外国人对师傅学讲要安怎请红啊，甚至佫会晓唱台语的流行歌。这是法国东方建建甲文化学院开的台语课，自2020年开课到已经第5档。开课的老师是台湾人刘典岳，伊结合艺术表演的专长，用台语卡拉 OK 比赛和蹦地戏等等的方式，带学生来学台语，体验台湾文化。其实咱台湾的物件伫外国，其实因做爱的，咱台湾的语言，咱台湾人正的物件，台湾的文学。其实对外国人来讲，其实因做有兴趣的，所以我嘛是想讲要趁这个机会，因为跨文化，可是有这个两个文化，会当有开始有去交流、去开讲啊，所以其实第一部分重点是先透过这个机会，学双方的学生会当开始去交接。刘典岳表示，台湾对外拢是以华语为主，因为需求济，市场较大。不过，其实台湾唔那独独华语一种语言，伊唔妨透过这门课，让外国人了解台湾是多元语言的国家。嘛，自去年开始，和台师大台文系合作线顶开课，希望讲会当栽培出教外国人的台语师资。2019年了后，COVID-19 了后，其实国际对咱台湾的看法有真大的改变。比如讲，伫法国。因为想讲，咱台湾敢若讲中文，大部分就是无人会当伫迄边教台语，所以其实爱有人开始会当教台语。刘典岳在法国计强栽培400外的学生，嘛担任巴黎市政府台语课程的规划和师资培训。伊会拍拼促进台语在海外影响力，可以得到教育部本土语言贡献奖的肯定。刘典岳表示，这几年在法国的新闻报道，让要大家拢通看到台湾的新闻，希望讲未来透过国际交流，通互愈侪人对台湾有较深的认识。记者卢尚珠、郑春友台北报道。后礼拜5就是228纪念日，今年除了纪念仪式，基金会嘛有举办检测特别展览，甲强声音乐节，是希望透过丰富的活动，会当让更较侪少年人来了解228。规个册图仔的册伫台湾戒严时期拢是禁册，就连作家金庸的武侠小说嘛，互政府禁。过来228就要到228国家纪念馆办检测展览，互民众了解自由的珍贵。除了展览，今年是228事件78周年，嘛会举办共声音乐节，要用多元方式，互少年人了解228。每一届的共声音乐节，我们都致力于提供社会228事件的多样面貌，利用当代青年与事件之间的距离，为228发出属于当代的声响。228事件纪念基金会表示，今年除了有纪念仪式，还有展览、音乐节、艺术表演等等，希望透过多元行动促进社会和解。针对目前的转型正义进度，基金会也建议政府甲民间会当到定位，透过研究继续找找受难者，针对加害者的行为加做社会沟通，两方面来加速推行，让大家了解为什么哪些过去的相关的人士。他必须负担历史的责任，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也只有汲取这样的历史的教训，我们才能避免事件的重演。那台湾也能在自由、民主、人权的基础上来建构我们共同的未来。为了进一步厘清228事件的历史真相，基金会也做研究，因讲会伫未来公布228事件当中可能互人闹交的受害者名单。基金会希望透过系列活动，佮有事件研究，互更较侪人知影228。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国立台湾文学馆成立22年，为着好更较侪人认识台湾文学甲文化，台文馆是甲台师大合作编2篇。华语教材，希望会当帮助外国人学华语，嘛对台湾有更较深的熟悉。课本内底咧了解台湾妈祖信仰，用汉语罗马拼音结合图片，希望会当帮助外国人学华语，熟悉台湾文化。这本台湾文化教材以台湾的传统信仰、海洋文化等等做元素编写，通配合另外一本台湾文学图本做伙读。这是台湾文学馆和台师大国语教学中心合作出版的华语教学教材。台师大表示，两本教材呈现台湾的多样性，也符合华语教学的需求。这个文化的教材主要是重点来介绍台湾的海洋的文化，民主的文化，咱台湾都
足侪族群合作做伙生活的这种文化。那当时是同款的时阵，伫咱的文学的部分嘛会使来对应，因为在台湾的文学嘛是有海洋的文学，嘛是有自然的文学。戴书代表示，这两本教材是12位学者、10位作家做伙编写的，内容包括海洋文学、原住民文学、女性文学等等。台湾文学馆表示，这是因头一届甲台湾文学结合华语教学的专业，做伙来甲台湾文学甲文化推广出去。让这个的学习华语的教材有加上文学跟文化的厚度啊，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它借由阅读台湾文学跟理解台湾文化的相关的面向，其实它这个对于语言学习的融入会更深，同时它也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理解我们文学里面的内容。台湾文学馆表示，透过两本教材，互有兴趣学习华语的人，会使深入认捌多元的台湾。这款跨领域的合作，唔但对华语学习、文学阅读的推广拢有帮助。台文馆表示，希望这个教材通正做台湾文学和教育的新台湾。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最伙来关心下半晡的天气。北部地区14度到17度。中部地区15度到21度，南部地区18度到25度，东部地区15度到22度，外岛地区8度到16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我是苏美。咱明仔载下晡3点再相会。日本的时代，日本宿舍有足济啊，内底入去就是拢装榻榻米啊，所以讲这款的工课册，佮